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颜宽恒，互指控诈领助理费，搁有厝涉假买卖，一审是互以贪污假造文书罪判刑8当4个月。台中高分院今仔日审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假造文书罪嘛判6个月定验，其他是会当搁上诉。也毋过颜宽恒是批评司法迫害，讲伊会紧搁再上诉来捍卫伊的清白。 国民党立委颜宽恒因为刷了高级处提供入涉嫌国有地假买卖加诈领助理费案，台中地法院一审去年依照贪污伪造文书2罪判伊8年4个月徒刑。颜宽恒坚持无罪上诉，台中高分院11日2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伪造文书判刑6个月定案，会当一扣罚金，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严立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 原审认识用法并无不当，量刑及所为没收之意之一时妥适，严立为之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颜宽恒2021年参加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时阵，押出刷达高级处提涉嫌窃占国有地。台中地检署调查发现，伊甲员工林进豪配偶陈丽玲，也甲特殊公司县长的负责人，以借钱的方式，甲4541万借予县长的设计师，购买高级处地土地甲建物，再个委托大师甲厝土地以买卖 理由移转登记伫特殊公司名下，涉嫌假买卖。检方另外阁查出颜宽恒担任立委期间聘用员工林进豪担任公费助理，一共100-200，涉嫌诈领108万助理费。加南被告林进豪同款维持一审判决，以批评完全是司法迫害。这个司法破坏是很明显的，我们已经呈现了所有的证据。 林进武先生确实都是助理，用贪污治罪条例来判处颜宽恒，这是我没有办法忍受，也没有办法可以接受的。证据没办法显示我是真的是助理，或是我没有从事助理的工作，那你把我判刑都没关系。可是今天我有啊，怎么还会判刑呢？真的是很冤枉啊！ 颜宽恒一审贪污罪，红判7年10个月，褫夺公权3年；2审维持原判，牵涉到立委职务刑事改革，伊强调会伫上短时间提出上诉，捍卫家己的清白。记者采访报道。